同大家分享。第一種方法咧就係我哋郭志成老師自己發明嘅呢個方法，就係、我哋用一啲數字念一啲數字咧，就可以增加我哋大腦嘅功能嘅。咁好啦，你譬如話老人痴呆咧，係因為大腦功能衰退啦，咁呢啲咧就可以用到啦。你想聰明啲啊、記性好啲啊，全部都可以用呢啲數字嘅，可以用呢啲數字。咁佢嘅方法咧就話，我哋將人個大腦中線分開之後咧，就分開之後咧就分左邊同埋右邊咧，左邊大腦。咁佢有左邊一組嘅數字同埋右邊一組嘅數字。左邊嘅數字咧就係908左大腦。你想開發左大腦嘅左大腦包括啲咩？即係譬如話邏輯思維啊，或者係即係記憶方面咧。右大腦咧就係話有乜嘢咧？就係我哋藝術方面嘅成就啦，即係空間嘅概念咧。通常細路仔右大腦係即係聰明啲、叻啲嘅。咁我哋睇一個人咧，可以睇一樣嘢，邊啲係右大腦叻啲咧？就係左右嗰啲人。左右嗰啲人點解？佢喐得左手多啊嘛。左手係刺激我哋右大腦嘅，右手係刺激我哋左大腦嘅。但係咧，就喺科學嚟講咧，就係話有一句説話叫做有一本書叫做《右腦革命》，即係我哋而家要即係多啲開發我哋右腦功能，因為右腦功能係多到你唔信嘅。點樣多法咧？就係話幾千年之前我哋嘅祖先嘅嗰啲信息全部喺個右大腦嗰度，但係我哋一生人咧可能瞓喺棺材，佢都未開發出嚟，未去利用到，所以我哋要開發嗰個右腦功能。所以話咧，你可以藉住呢組數字咧可以。即係理論上係可以開發一啲嘅有大腦嘅功能嘅。咁01777咧係咩意思咧？就係話我哋有冇睇過個太極圖啊？太極圖陰陽啊，兩邊中間有個 S 線，S 線就係我哋中間大腦中間嘅嗰啲聯繫嗰個網絡，就係呢個01777嗰幾個數字咧。所以話咧。你連左邊大腦嗰陣時咧，可以經過中間嗰度去到左邊咁，所以話咧01777-908反反覆覆默念中等速度反反覆覆默念，咁就可以刺激左大腦噶啦。右大腦咧就係都係經過中間而去到右邊嘅，所以加埋01777-92244，咁呢啲好易記嘅啫，得閒就可以念下。得閒可以練下，可以增加你嘅記性啊，各方面。你想聰明啲啊，又可以嘅有唔明啊？啲同學呢啲唔使抄，陣間。係啊，陣間老師全部都有除咗喺你呢個之外，我講咗其他嘢，你覺得有價值嘅，你覺得需要寫低佢，可以寫低佢咁咧就唔使出聲嘅。咁咪有啲人會試啦，唔出聲係咪效果差啲嘅？一樣嘅。唔出聲叫做乜嘢呢？科學上叫做次聲波，次聲波次聲波一樣可以震動我哋身體入邊嘅五臟六腑嘅功能係一樣，所以唔需要出聲。出聲有啲可能會影響隔離啲人咧。你可以坐緊巴士，你噏緊出嚟，人哋唔知你喺度做乜。所以話咧就話佢個方法好啊，唔使出聲嘅但係我提醒就話用中等速度。冇心急，有啲人睇心急咪念得太快，念得太快會點樣呢？身體會熱氣嘅，念得慢得滯呢會有寒氣嘅，所以用中等速度，即係話好自然嗰啲念嗰陣時，通常正常念都係中等速度啦，唔會太快，唔會太慢得唔得？係啦，咁譬如話老人痴呆症都有一定嘅療效啦。咁譬如話半身不遂嘅。就由睇下先，呢個係92244係啦。右半身嘅可以連呢個92244，你可以唔使加01777，因為呢個係去到右半身嘅，咁譬如話一個人喺佢咁樣跛嘅，呢邊身係喐唔到嘅，冇知覺或者即係著衫係著唔到嘅成，咁就可以連92244。你教佢得㗎啦，因為佢嘅智力方面咧，講嘢完全冇問題啊嘛，
咁啊，但係908咧就係話去到我哋左邊身體嘅，左邊身體嘅。當然啦，你加01777前面都可以嘅，加01777都可以嘅，冇所謂嘅。咁啊呢度咧有少少注意就話，當你實施嗰陣時，你最好係除低個手錶，除低個手錶。咁呢個咧，我淨係喺呢度睇到呢樣嘢啫，其他都有類似嘅呢啲內容咧，冇講到呢樣嘢嘅，即管照佢方法做，除低手錶，可能個手錶嘅磁場啊，會影響你嗰個念嗰個功效，好嘛？係啦，呢個有問題嘅即管提出嚟。即係9244係右邊嘅。腦就右邊。係啦，右邊嘅大腦係控制我哋左邊嘅，所以9244線啊，其實係即係左邊身體有問題，因為我哋嘅大腦嘅功能咧喺頸以上係交叉嘅，神經嘅走向咧喺頸以上係交叉嘅，所以你右邊身體有問題咧係屬於我哋左邊大腦管嘅，所以你右邊大腦連右邊大腦數字咧其實係醫緊你左邊身體嘅，明唔明啊？係啦。OK， 講。先廣東話同國語有冇唔同㗎？冇問題嘅，冇問題嘅。但係相對嚟講咧，就國語好少少，因為點解咧？佢發明嗰個本身係以國語為標準嘅，但係英文啊、其他你潮州話啊，乜都得嘅。因為我哋冇國界，冇。如果係限制一種語言咧，就呢個方法我相信就唔係太好嘅方法啦。所以大家唔使拘謹有呢個咧冇問題嘅，咩語言都冇問題嘅。老師，老人痴呆嘅話明老人痴呆啦，佢做唔到92244嘅喎。老人痴呆，咁啊，你痴呆咗啦嘛。有一種方法，你可以家人幫佢都得嘅，你將隻手搭住佢嘅身體某一個部分，你幫佢練就得㗎啦。或者咧，你寫低喺紙上邊，去過膠，貼喺佢嘅床頭，因為佢瞓覺時間，每個人瞓覺時間都要10個鐘、8個鐘㗎啦，貼喺床頭，咁啊對佢都有療效嘅，得唔得？係啦，甚至乎可以剪一塊嗰個膠布貼喺佢嘅大椎下邊都可以嘅，咁啊24小時對佢發生作用㗎啦，咁啊所以方法係可以變通嘅，